鏡頭前面嘅呢一位畫家，佢正正就係用緊成都金色嘅落葉、啡色嘅枝節，同埋啱啱喺呢一個斜陽嘅時間，呢三個咁重要嘅元素加埋一齊嚟創作。究竟佢係見到啲乜嘢嘅景象，令到佢創作思潮咁澎湃嘅呢？呢度咁多高樓大廈，其實係成都市一個 CBD 嚟嘅。佢側邊其實就係一個公園。成都係一個公園城市嚟嘅，所以咧佢哋啲公園同埋佢哋嗰啲嘅高樓大廈 CBD 咧，基本上好多時候咧都係隔離咗緊嘅啫。你可以理解為銅鑼灣同埋灣仔隔離嗰個嘅維園咁樣啦。不過成都嘅公園城市同香港有唔同之處咧，就係通常呢啲公園裏面咧，好多成都人咧，佢哋都會過嚟露營嘅。不過唔係日日都嚟噶，佢哋淨係等到有太陽出嚟嘅時候咧，先至會嚟嘅啫。嗱，大家睇到啦，呢度滿地都係金黃色嘅銀杏葉，即係代表其實呢個時間咧已經係深冬嘅時間噶啦。嗱，天氣雖然係比較凍啦，但係咧都唔會阻擋得到咧成都人想出嚟曬太陽嘅呢一個嘅動力噶。嗱，大家都見到啦。個個都係一家大細咁嚟噶。喂，聽清楚啊！一家大細咧，唔單止淨係人噶，亦都包括埋佢哋屋企嘅寵物狗噶。嗱，成都咧係位於四川盆地嘅中心位置嚟嘅，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氣候咧就通常都會係比較容易啲潮濕啊，同埋咧嗰個氣氛都會係朦朦朧朧咁樣樣嘅。咁但係當一有太陽出嚟嘅時候呢，嗱，所有嘅成都人都好似植物咁啊，都要爭住出嚟曬太陽，好似呢要做呢個光合作用咁樣樣。我哋喺呢度比較年長啲嘅成都朋友啦，佢哋都同我哋講呢，如果你喺冬天嘅成都曬太陽啊，哇，對嗰個身體好嘅程度呢，仲好過食補品啊。不過對於年輕一輩嘅成都朋友嚟講呢，遇到有太陽出嚟，當然最好就係要去影相啦。哇，你睇下呢度已經有好幾組人喺度影緊相啦，大家都將個公園變成影樓咁樣樣啊。嗱，話晒我都係一個影相佬，今日我當然係唔會執輸啦。咁究竟我係嚟影邊個？哈哈，冇錯啦，就係片段一開始嘅時候嗰位藝術家啦。同大家交代翻聲先，呢一位藝術家就係我老婆啦。究竟喺成都嘅冬天呢個日子，我同我老婆係點樣過嘅呢？而成都人又係點樣樣去享受佢哋嘅日光浴嘅呢？想知嘅話就要留意嚟緊嘅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閃慢活岑浩軒啊！聽完之後，話唔定你都會感覺得到一股暖流在心頭啊！大城小事，走遍神州大地，逢星期六下晝4點至5點 ，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。足本放送。